相貌，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寵愛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照舊搭，照舊位置打卡，多先也照樣説，做到就天黑。神奇在這腦電腦發現極怪框框，當我望一瞬間，灰裏的也為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黑當我也藏了花花草草到接待，前方偶然搬到起了舞，陪同記憶裝束這飛躍結將我。先生呼吸這麼驚險到上位，而我人設為那位，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路軌，無聊像我照樣過，確實未算玩家，不玩冒險大獎，快無盡或一餐，然而大腦跌落我那日射在刀疤心腸，對出身體極大點對力下。灰海燈也迷了彩，走廊面野外，黑當我也藏了花花草草到接待，前方偶然搬到起了舞，陪同記憶裝束這飛躍結相愛，如若怎麼都不脫離劇情限制，當關卡的過路向，比主角難度還美麗，誰願徹底？停留預設範圍，當我之後怎控制，程序就已無力阻止編製，來吧任務考試準備，終結是像逃脫到常規，就踢開先今晚那入循環，無謂抬頭明知絕望。微雨略帶直照，像你可愛沒有，像你重要，零碎光線穿梭於這半秒，無意的描顯痛我心跳。傍晚日照倦了，亦有溫暖就好，是你在笑。